我係 Beverly，記得當時咧，我最困難嘅時候咧，就係啱啱中學畢業啦，咁又未有經濟嘅能力，咁我爹哋媽咪咧就對我唔係咁好嘅，佢會有啲言語同埋肢體上嘅暴力啦，咁就令我當時覺得係無家可歸啦，咁一路都忍受唔到咧，之後咧就去咗公園留年。咁亦都好好彩咧，就經社工嘅轉介咧，就嚟到 ECH 嘅青年家舍。去到家舍咧，佢俾到一個好安全嘅居所我啦，幫我咧就脫離呢個險惡嘅環境啦，唔使喺公園度流連啦，即係又唔使好彷徨，會好驚嘅。咁同埋喺家舍度咧，都會有職員同我一齊傾偈啦，同我分析一啲事情啦，就慢慢咧就幫我穩定咗情緒，亦都會咧指引我一啲人生方向啦，適時又提供一啲工作嘅建議俾我啦，咁我就可以投入返社會去工作咧，亦都唔會太彷徨嘅。咁如果咧當時冇咗 ECH 嘅服務咧，我認為我而家可能會繼續係沉淪緊喺家庭暴力嘅漩渦入面啦，就不能自拔嘅。咁就亦都可能咧唔會對呢個世界有希望，更加咧都冇可能組織自己嘅家庭嘅。所以我好多謝 ECH 咧對我嘅照顧啦，令我對人生咧就重拾信心嘅。咁到我而家咧已經可以咧自己有自己嘅家庭啦，咁就繼續好好咁樣迎接未來嘅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